粵語堂嘅崇拜。咁咧喺我哋開始之前咧，望下你周圍先，望下啊。咁啊打咗招呼未啊？今日講咗早晨未啊 ？OK。咁咧今日咧俾多少少嘢你哋做，就唔好淨係講早晨啦。隔離個名叫咩名啊？可唔可以稱呼下，或者你唔識隔離嗰個去介紹下啊？我叫阿如 ，OK。咁啊歡迎你哋今日同我哋一齊崇拜。咁咧仲有多個樣嘢要做嘅，大家咧拎你個手提電話出嚟，攞你個手提電話出嚟。咁咧我知道咧有啲公公婆婆咧，可能真係咧從來都唔識得咧點樣教個電話咧去做靜音嘅。可唔可以隔離周圍嘅弟兄姊妹幫下佢哋手，幫佢哋教咗靜音，跟住之後咧臨走之前幫佢哋教翻個響機，可唔可以啊？呢個今日就係你哋嘅喺崇拜之前嘅活動。好，認識咗，知道個名，教咗靜音，臨走之前幫佢教翻響機，好冇 ？OK 嘛？係啦，我俾啲時間你，我俾多30秒你。隔離嗰啲主動啲啦，即係嗰啲咧好後生嗰啲咧，自己咧哇揸住個電話可以識飛嗰啲咧，過隔離去望下咩型號嘅電話，你哋都識得教靜音嘅 ，OK？ 好，咁未坐嗰啲咧，快啲坐啦，俾你5秒、4秒、3秒、2秒、1秒。阿 Rosemary， 我哋坐低啦。好，咁咧請大家一同站立。讓我哋用一個安靜嘅心去預備我哋一同去敬拜神。有許多上來過節嘅人，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就拿棕樹枝去迎接他，喊着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全能嘅上帝，我哋今日嚟到你嘅面前，我哋係紀念主耶穌基督謙卑咁樣進入耶路撒冷，百姓手持棕樹枝去歡呼佢為王。主啊，我哋亦都願意以敬拜嚟去迎接你，求你去光照我哋嘅心，讓我哋唔止喺呢個淨係短暫嘅熱情，而係我哋去用我哋真誠順服你嘅主權嘅心去敬拜你。就喺呢一個受難節嘅受難週嘅開始，引導我哋去思想十字架嘅愛同犧牲，使我哋今日嘅敬拜能夠悅納你嘅心意。我哋將到呢個時間去分別為聖，去歸俾你，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來自萬福，擁戴耶穌為王，齊賀救主配受榮名，讚頌之聲響遍，歌聲漫入靈中，歡呼救贖成功。主之主普世同眾，他國都是無窮。讚美來自萬福，擁戴耶穌為王，全地人聲宇宙和應，歌呼基督得勝。眾災來而無疆，因福萬族同享，獲在基督恩厚無量，當配萬代眾人。我哋以歡呼嘅心情去讚美我哋嘅上帝。
美來自萬方，擁戴耶穌為王，齊賀救主配受榮冕，讚頌之聲響遍，歌聲漫入靈中，歡呼救贖成功，萬主之主普世同祝，他國都是無窮，讚美來自萬方，擁戴耶穌為王，全地人聲宇宙和應，高呼基督得勝，浸在愛而無疆，因福萬族同享，樂在基督恩厚無量，當配萬代頌揚，樂在基督恩厚無量，當配萬代頌揚。好，可以請坐。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裏，服侍我的人也在哪裏。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現在心裏憂愁，我說什麼才好呢？父啊，救我脫離這時候，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一粒麥子，它落不落在地裡死了，不論過了多少時候，它仍舊是它自己。它若願意讓自己被掩埋、被用盡，記住寫作許多子粒，經歷生命的奇蹟。一粒麥子，它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不論過了多少時候，它仍舊是它自己。它若願意讓自己被掩埋、被用盡，就必結出許多子粒，經歷生命的奇蹟。主啊，主啊，願意讓自己像種子落在地裡，釋放生命一般的生命。主啊，願意，主啊，下指引為應得的權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麥子，它若不落在地裡死了，無論過了多少時候，它仍舊是它自己。它若願意讓自己被掩埋、被用盡，就必結出許多子粒，經歷生命的奇蹟。主啊，願意，主啊，願意，讓自己像
上生命平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是因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众枝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翅膀，比真神的荣耀，呼召如此颂扬。众枝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翅膀，比真神的荣耀，呼召如此颂扬。众枝何等渺小，定睛照看翅膀，比真神的荣耀，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释放生命平凡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旨意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湿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耶穌這話原是指着自己將要怎樣死的。眾人回答說：我們聽見律法上有話說，基督是永存的。你們怎樣說人子必須被舉起來呢？這人子是誰呢？耶穌對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裏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去。你們應當趁着有光，信這是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耶穌說了這話，就離開他們隱藏了。他雖然在他們面前行了許多神蹟，他們還是不信他。頭先我哋剛才一直讀嘅經文呢，就係喺耶穌使到拉撒路從死裏復活之後，轟動全城嘅事，讓好多人呢就去相信佢就係嗰位嘅彌賽亞，係為以色列民作君王。就喺耶穌入耶路撒冷嘅時候，佢哋大聲嘅歡呼，去迎接呢個君王嘅來臨。以為呢耶穌呢係要嚟拯救佢哋去脫離當地嘅政權，但係呢萬萬都估唔到，其實耶穌嚟嘅目的係要犧牲自己，死喺十字架上邊，拯救世人脫離罪嘅捆綁。耶穌用一粒嘅麥子嚟作比喻，佢話必須死喺地裏邊，先至能夠結出更加多嘅果子粒來，亦都係提醒到我哋作為呢一班嘅信徒，我哋應該喺呢個信心嘅路程上邊，千祈唔好以為信咗耶穌就過住一啲好舒適、容易滿足嘅生命。
就好似嗰班嘅以色列人一樣，淨係睇到現今呢一刻嘅需要。但係一旦發現到唔係我哋嘅理想，我哋就會唔願意去跟隨耶穌，甚至乎會唔信佢。環顧我哋身邊每一個信徒，其實我哋每一日，我哋都經歷咗好多嘅挑戰，好多嘅困難。我哋去被雕琢，去磨練，先至可以讓到我哋可以經歷到生命嘅奇蹟。要有喜樂同滿足嘅生命，就首先要好似耶穌一樣，具備犧牲同埋付出，將舊我倒空，為主去改變我哋以往嘅價值觀。與此同時，我哋必須要持守我哋嘅信心，去等候耶穌基督再返嚟嘅日子。怎麼你還是不知道？越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人生就像一片雲霧，出現小事就不見到，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在這幽谷之中，我宣告，不必怕，因有你同在。別人笑我為什麼等待，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來。耶穌捉緊我雙手，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讓我可清心見你面，使我必得見光。耶穌捉緊我雙手，仰望那財寶在天上，愛慕神的抱着平安，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明天怎麼你還是不知道？越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人生就像一片雲霧，出現小事就不見到，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在這幽谷之中我宣告，不必怕，因有你同在。別人笑我為什麼等待，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來。耶穌捉緊我雙手，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讓我可清心見你面，使我必得見光。耶穌捉緊我雙手，仰望那財寶在天上，愛慕神的抱着平安，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愛慕神的抱着平安，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耶穌大聲說：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來的。人看見我，就是看見那差我來的。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若有人聽見我的話，不遵守，我不審判他。我本來不是要審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咧係黎牧師咧係喺南加州嘅，咁所以我會代佢做呢個牧禱。
我哋一齊去嚟到神嘅施恩寶座面前祈禱。我哋向天上邊嘅父，你係嗰位永活永存嘅獨一嘅真神，你亦都係嗰位聽禱告嘅神，因為你話過喺聖經裏邊講到，因為主嘅眼睛看顧義人，他的耳聽他們的禱告。你係會聽到我哋每一個人向你嘅發出嘅心聲。依家就將黎牧師同埋師母 Polly 喺南加州同佢哋一家人嘅團聚，同埋探望佢新出世嘅孫女，係獻上感恩，亦都獻上禱告。願主係讓佢哋喺南加州一家人係一個歡歡樂樂嘅時間，一齊去享受同在嘅時間。我哋亦都為我哋嘅6月份嘅兒童夏令沖洗營擺喺你嘅手裏邊。我哋知道有一啲嘅兒童已經係去sign up 咗，但係我哋希望仲有更多嘅，尤其係未信嘅兒童係可以嚟到教會裏邊去認識主自己嚟。我哋更加係為嚟緊呢個星期嘅受難節同埋復活節嘅敬拜係擺你嘅手裏邊，知道一班嘅弟兄姊妹係密鑼緊鼓咁樣去預備緊。求主你去俾佢哋有智慧，加添佢哋力量。最後，我哋知道呢個世界係好動盪，尤其喺中東已經打咗仗1個月嘅時間。我哋求主你去憐憫，係讓呢個中東呢個地方係有和平，亦都係去安撫嗰啲響呢個戰爭裏邊受到影響嘅民眾。我哋以上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門。好，我哋有請黎牧師。弟兄姊妹早晨，聽唔聽到我講嘢啊？聽到。我哋先做個禱告，好嘛？恩主，我哋多謝你，因為復活節就快到。主啊，我哋諗到你嚟到呢個世間上受苦受難，最後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係神嘅兒子，如此浩大嘅救恩，真係震動全球。我哋呢啲領受救恩嘅人，相信你從死裏復活嘅人，得咗復活嘅生命，我哋獻上無限嘅感恩。神啊，求你喺呢個禮拜裏面，我哋多啲思想你走過呢條十字架嘅道路最後一週。主你點樣嚟到捨棄你嘅生命，分享你嘅生命，使我哋得着生命。主啊，求你嘅愛嚟到成為我哋嘅激勵，使我哋學習你嘅榜樣，能夠將你嘅福音分享俾別人，讓別人亦都得着呢個屬靈嘅生命。主啊，我哋多謝你，我哋存着感恩嘅心，將今日呢個敬拜聆聽你話語嘅時候交喺你嘅手中。求主藉着聖靈，使你嘅聖道係滿有能力，能夠打動我哋嘅心，叫我哋能夠俯伏喺你嘅面前，遵行你嘅話語，照着你嘅話語嚟到去做，以致我哋為你結出榮耀嘅果子。我哋咁樣禱告交託，奉靠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弟兄姊妹，如果你哋記得嘅話呢，我過去喺你哋當中一共12堂呢，講咗個題目，嗰個題目叫咩啊？完全唔記得晒。咁當然啦，我喺你哋當中係好少嚟到呢度講道，唔好似你哋嘅主任牧師咁樣。我哋頭先好似有人講對咗啊，你再講一次啊！嗰個題目叫咩題目啊？哎呀，好嘢！雲彩嘅見證係咪？係希伯來書第11章從呢個亞伯一路講到以色列人，
一共講咗12章聖經，唔係12堂信息。咁而家咧，我講啲咩嘢咧？我連續咧會講4堂信息。呢4堂信息係講到咧4條命。OK， 呢4條命叫咩咧？分享生命嚟到扶持生命影響生命，同埋咧傳遞生命，係咪4條命啊？點解我講呢個4條命咧？係有個原因嘅。如果我哋睇下《使徒行傳》開始嘅時候咧，佢教會聖靈降臨之後哇！教會發展得非常之好不斷嘅壯大咁樣咧就好多人信耶穌我哋見到當然有好多原因聖靈嘅降臨，使徒講道大有能力，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佢哋教會嘅生活非常之好係好好嘅團契咁點解呢？因為咁好嘅團契係會帶嚟一個動力就吸引更多人嚟到去信耶穌㗎。因為人哋社區睇見我哋彼此相愛，哇！呢個相愛嘅氣氛係何等嘅好，咁所以佢哋吸引被嚟到教會點解呢？有呢種愛呢，佢就認識耶穌啦所以呢，我就呢一個焦點咧係非常緊要，團契嘅生活同埋咧同工嘅彼此嘅建造咁樣咧係營造成教會不斷嘅成長。特別今日講到話小組你嘅小組係能夠長大，教會就跟着長大小組萎縮就跟着教會又萎縮咁小組只能夠興旺。係同嗰啲同工帶領嘅屬靈生命咧係息息相關嘅所以咧我覺得呢個非常之緊要，所以我今日咧要講呢個題目4命扶持生命、影響生命、分享生命同埋傳遞生命咧，係我哋教會要所走嘅道路咁其實咧分享生命咧扶持生命、影響生命、傳遞生命咧呢個總嘅標題咧就係講到彼此相愛我哋一齊嚟讀呢兩節嘅聖經嚟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親愛的弟兄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彼此相愛。其實我哋講呢個題目，講呢4條命，就係講喺 under 呢個大嘅前提 category 之下，就係彼此相愛用分享生命、影響生命、扶持生命呢個傳遞生命咧，呢4方面嚟到表達彼此相愛。所以我今日講呢個題目叫分享生命分享生命咧，其實就係效法耶穌點解呢？耶穌佢嚟到呢個世界上係將自己嗰條命嚟到分享俾世人佢為我哋流血捨身，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目的係乜嘢啊？弟兄姊妹，目的係使我哋得着一個屬靈嘅生命，目的係使我哋嘅靈命呢有長進，使我哋呢將來亦都好似效法耶穌咁樣嚟到分享生命，就係咁嘅意思啦所以每個人都好明白，我今日講呢啲題目呢嘅信息係非常之顯淺嘅，但係呢容唔容易做到呢？呢個係一個問號，我留住呢個問號到最後就俾你嘅答案今日我用咩方式嚟到講分享生命呢？就係用舊約時代約拿單同大衛嘅關係我覺得呢個故仔呢，雖然喺舊約時代，唔係喺新約時代，但係佢將呢個分享生命呢表達得淋漓盡致，而且係非常之清楚。我講咗呢篇道，你翻去都可以同人講嘅好容易我嚟到講分享生命，約拿單跟大衛嘅關係，約拿單將自己嘅生命表現分享出嚟喺大衛嘅身上，而
以致造成大衛整個人嘅生命嘅改變。我今日就係講呢一個嘅古仔，而呢個古仔呢，分3個重點嚟講。呢3個重點呢係懇給別人、保護別人、成全別人。約拿單喺佢一生呢就係做呢3件工作。咁我哋呢應該效法佢，要做呢3點。我哋讀一段嘅經文，睇下約拿單初見到大衛嘅時候，佢有啲咩表現啦？一齊嚟讀嚟。大衛對掃羅説完了話，約拿單嘅心與大衛嘅心相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嘅性命。那日掃羅留住大衛，不容他們回到父家。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與他結盟。如果我哋睇撒母耳記上17章，我就知道有啲咩事情發生。發生之後呢，就18章有呢3節嘅聖經。喺17章呢，原來有個偉大嘅戰爭故事。呢個故事就係咩啦？大衛呢用幾粒石仔呢，揈下，將呢個以色列人嘅巨人個仇敵哥利亞擊倒。由佢呢，佢走上去前面呢，就將哥利亞嗰把刀呢攞出嚟，將哥利亞斬頭，將呢個頭呢提喺手上。哇！以色列人見到呢場戰爭，大衛咁勁啊，所以本來呢啲以色列兵呢就怕得要死噶啦，咁唔敢。而家見到呢個巨人呢，我哋嘅敵人死咗，勇往向前衝啊！咁將整個非利士人呢個軍隊呢打敗咗。哇！呢場戰爭真係轟轟烈烈啊，真係冇得頂。廣東話話齋嚇，因為呢呢個巨人哥利亞呢，哥利亞呢，佢成日喺以色列人面前罵陣。點罵陣啊？你哋揾個人嚟同我打仗，如果佢打贏我哋全軍作你嘅奴隸。如果打唔贏我呢，你哋以色列人個個呢嚟到要做我嘅奴隸嚇。日日喺度罵陣，罵到呢以色列人個個都震晒，唔敢出兵，連掃羅王都唔敢出兵。佢都出嚟。掃羅王應該係好高大㗎嚇，好有勇猛㗎，都唔敢出戰，因為一出戰實輸㗎。呢個巨人有6個指頭喎，我諗有成7尺幾嚇。有人呢個人呢同佢攞銅牌㗎，日日喺度罵陣嚇。大衛呢偶然間嚟到呢個營地嚇，探佢哥哥。本來呢佢係牧養羊群嘅，爸爸叫佢講話：你呢帶幾個餅啦，去見下你嘅哥哥啦，睇下佢情況點樣，然後叫佢寫封信翻嚟。咁呢大衛就去到呢個戰爭嘅營地，就聽到呢個哥利亞呢嚟到罵陣，佢心裏面呢非常之憤怒。呢個非利士人係邊個？竟敢向萬軍之耶和華嘅軍隊罵陣咁樣嚇！哇！呢個哥哥呢見到大衛咁沙膽，就罵佢：你太驕傲啦！你快啲翻去睇你嘅羊群啦！你抽嚟你點樣偷嚟睇戰爭嚇？其實呢個係唔啱嘅，因為大衛係奉父親嘅命嚟到探佢哥哥。咁呢就呢一句話呢就傳到整個以色列嘅陣營裏面。咁有人話俾掃羅話知，喂，呢個小孩子大衛呢可以出戰打敗即係哥利亞咁樣。咁掃羅王話：有冇搞錯啊？呢個細佬哥點能夠打敗佢呢？嚇，佢根本就咁細個嚇。咁但係呢呢個冇辦法啦，冇人肯出戰啦。而呢個大衛呢又好勁啊。咁時時呢你要求啊。咁最後呢掃羅話：好啦，你上陣啦。嗱，我俾我個盔甲你着。大衛着起上嚟咧都唔掂啊，盔甲都仲重過佢，你話先啊？咁你點去打仗咧？大衛話唔使驚，我用我平時咧嚟到去戰敗仇敵。佢平時牧養羊群啦，將獅子打死，將熊打死。哇！呢個你睇下大衛幾勁啊嚇！咁佢挑選咗幾粒石頭咧，就去打哥利亞。一打
就哥利亞神咧就使用佢用嗰粒石頭咧，直嘅擊中佢個腦嗰度入咗去，咁就死咗嚇。嗱呢件事情啊，真係轟動整個以色列軍隊，後嚟轟動整個國家。呢場戰爭就贏得真係轟轟烈烈。呢場戰爭贏咗之後，呢個掃羅王啊，喂，究竟呢個少年係邊個？呢個掃羅王已經蒙查查噶啦。呢個時候，因為咧佢離開神啦，啊，即係佢唔係幾，即係佢頭腦唔係幾清楚。咁結果咧點樣咧？呢個元帥話：我都唔知呢個係邊個喎，咁樣。咁啊，結果將呢個大衛帶佢嚟。哦，原來佢係耶西嘅兒子。咁啊，同佢解釋。咁啊，見呢個皇帝啦。呢個皇帝梗係錫佢啦嚇。錫完之後咧，嗱呢番話咧，大衛見掃羅王同埋呢個元帥，同埋咧掃羅王嘅仔約拿單喺嗰度。約拿單見到大衛點呀？哇！就非常之激動。呢度講到話愛佢嚇，如同愛自己嘅性命，就與他結盟。跟住我哋睇見約拿單整個嘅生命喺大衛身上所做嘅，就分享生命。弟兄姊妹，我哋講今日分享生命，一定要有愛，冇愛就冇得分享。我哋睇父母幾愛我哋嘅仔女，係嘛？所以我乜嘢都俾仔女嘅。如果冇愛就好難俾嘅。耶穌基督愛我哋世人，愛我哋呢啲罪人，所以佢願意嚟到呢個世界上為我哋流血捨身嚇。所以呢，你冇愛你就好難嚟到分享噶，有愛先至能夠分享。嗱，我哋今日就花啲時間，究竟彼此相愛，約拿單點樣愛呢個大衛呢？佢點樣表現？從分享生命嚟到表現出嚟呢，係從3點。第一點就係佢肯俾別人，肯給嚇。咩意思呢？我哋一齊讀嚟。約拿單從他身上脱下外袍，給了大衛，又將戰衣、刀弓、腰帶都給了他。我特別呢，將都給了他嚟到。用紅色筆顯出嚟，佢一見到大衛，就從身上嘅戰衣、弓、腰帶、刀，嗱呢當時候呢，以色列人嘅武器啊係非常之貧乏嘅，哇！呢啲係佢一個戰士嘅一個護身符，都俾咗大衛喎。而且約拿單係咩人嚟馬？唔係普通人馬，係國王嘅仔啊，係王子啊。咁俾咗佢，就等於將佢嘅尊榮俾咗大衛。你話大衛受唔受感動啊？當然受感動啦。我話俾你聽，大衛一生人啊，呢個時候係最得尊榮。點解呢？佢喺屋企呢都唔會受到尊榮嘅。佢喺屋企排第7。當撒母耳呢要揾即係大衛嘅爸爸呢個家庭呢耶西嚟到去，唔係大衛嘅父親呢嚟到去佢呢個屋企，要膏將來嘅皇帝。6個仔同撒母耳一齊食飯，大衛卻係喺曠野嚟到牧養羊群。咁所以呢，大衛喺家庭裏面呢，真係唔受重視，佢爸爸都唔受重視，細佬哥懂得咩啊？去牧養羊群啦。唔單止咁樣，我哋頭先講，當大衛帶餅啊去探佢哥哥嘅時候啊，佢哥哥仲鬧佢一餐懵嘅。你嚟呢度做咩啊？想睇戰事啊？你有冇好好地嚟到看羊群啊？佢哥哥都唔重視佢。所以我哋好有理由相信大衛而家得咗個王子嘅尊榮喎！哇！佢從來我諗未見過未着過咁尊貴嘅衫，各方面嘅竟然呢個尊榮俾咗佢。
我哋唔知道姊妹點啦。如果姊妹有個人你第一次去探訪人家，哇！嗰個人真係好中意你，即刻從手上脱咗一卡拉 OK 鑽石俾佢，你覺得點啊？一定係好深深嚟到感激啦。嗱，咁樣呢個係有啲乜嘢效果咧？我哋頭先講呢個效果咧，佢話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嘅性命，就與他結盟喎。與他結盟話做 body 做好朋友啦。呢個結盟即係個團契咧，就緊緊嘅相扣，係嘛？咁所以咧，我哋睇見咧，一個肯分享俾別人嘅人咧，一定咧得到人哋嘅回應，人哋嘅信任，做好朋友啦，甚至結盟啦，生死之交，勁唔勁啊？非常之緊要啊，弟兄姊妹。嗱，今日我哋做團契，今日我哋做教會嘅領導，我哋同弟兄姊妹嘅 bondage 幾咁緊，係在乎你肯唔肯嚟到分享你嘅生命。我唔知你分享乜嘢啦嚇，無論點樣，你分享到嘅地步，讓對方覺得哇，佢好受尊敬嘅，好似呢個大衛感受到約拿單太尊敬佢，所以咧佢哋兩個人非常之好嚇。呢個好緊要，弟兄姊妹。呢個咧，因為人咧係點樣講？你講好多理論，我哋彼此相愛，講太多咧，倒不如你做啲嘢出嚟，佢就深深受感動。一深深受感動，佢真係實在感到上帝嘅愛喺佢哋當中，佢嘅屬靈生命就會成長啦。嗱，我講過自己嘅例子俾你聽，我已經退咗休啦，有成8年。我將個教會神俾我機會，從一個半開放嘅狀態 build up 一個 church。哇，初 build up church 真係好艱難呀，真係艱，又冇地方，人無人才，錢冇錢財。哎呀，結果咧有啲事情咩發生？突然間嚟咗一對夫婦，呢對夫婦咧係非常之有愛心。呢對夫婦咧點樣有愛心咧？佢每次主日崇拜之後，主日崇拜嗰陣時，我哋借人哋嘅地方嚇，完咗之後咧，下晝留住一班年青嘅弟兄姊妹，你唔好翻屋企，喺我屋企食飯 ，OK？ 咁樣咧下晝有啲活動啦，卡拉 OK 啊，去打波啊，咁樣 whatever 咁樣嘅啫，一對夫妻，結果有咩事情發生？竟然咧呢個小組叫良友小組，呢個名都真係好通俗啫。呢個小組慢慢發展咧，越嚟越多人，唔單止越嚟越多人，佢哋團契咧嘅 bondage 好強烈嚇。原因係乜嘢咧？原因就係呢對夫婦有愛心，而且呢個姊妹咧炒得一手好菜。呢個炒菜又好緊要啊！我哋廣東人好中意食菜，哇！到而家佢都知道，哇！呢個姊妹啲菜真係好食噶，咁樣。所以咧就凝聚咗呢一班人，本來咧就係屬靈嘅生命都唔係話好強烈嘅。卡拉 OK 喎，嚟啦，卡拉 OK 嚇，打波喎嚟啦，但係咧因為咁嘅凝聚咧，慢慢就體現基督嘅愛喺佢哋當中，佢哋開始就查經啦，開始咧又搞呢個情人節晚會啦，我都參加佢情人節晚會喺屋企，細細嘅地方咧六七張台，好溫馨啊，咁樣，即係將基督嘅愛咧完全嚟表達。你知唔知有啲咩事情發生啊？弟兄姊妹，從呢個團契呢個小組發展出將來教會有3對長老。做長老唔容易嘅，係嘛？2個長老出嚟做傳道，一個長老已經做咗6年嘅傳道，都係 engineer， 都係好勁嘅啊！而家另外一個長老咧，呢個長老做咗7年之後，而家咧又去將來做神學院院長。
另外一個長老咧又繼續嚟到做主任牧師，另外嗰個長老咧嚟到繼續喺教會侍奉，哇！成為教會嘅支柱，你睇影響力幾大啊！所以咧呢個肯給別人、肯分享俾別人咧係好緊要。呢個團契是否彼此相愛，是否 bondage， 就係睇團契嘅弟兄姊妹咧，特別係領導們肯唔肯嚟到去分享呀？呢個第一點啊。第二點咧就係保護別人，一齊讀嚟。約拿單向他父親掃羅給大衛說好話，說絕不可得罪王的僕人大衛，因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與你大有益處。他拼命殺那非利士人，又話以色列人眾人大行拯救，那時你看見，甚是歡喜。現在為什麼要無故要殺大衛呢？流無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嗱，呢番話係邊個講㗎？係約拿單佢老豆講嘅。老豆係做國王，佢自己做王子。我哋知道呢啲故事就係咁。大衛呢殺死咗哥利亞之後，哇！班師回朝啊！真係全國風騰啊！哇！大衛呢個名聲如日衝天啊！呢個時候慘啦，呢個做國王就妒忌啦。哇！個個擁戴大衛，用乜嘢？有日我個皇位都俾佢搶咗啊！開始嫉妒點啊？殺佢啦！出面殺佢，坐喺度食飯啊，都要用支槍嚟到刺佢，你哋真係難頂啊！嚇，咁啊，佢好怕大衛，神與佢同在。呢個掃羅王不能不立佢做呢個護衛長，領兵出入，個個都聽佢話。你話掂唔掂？呢個皇位點樣保住咧？所以掃羅王千方百計要將佢整死。但係咧，我哋睇見佢個仔咧就保護佢。大衛咧冇辦法，我要走佬啦，因為我再唔走就俾人殺死㗎啦，即係咁樣。但係呢個時候，約拿單咧就同大衛講好話，佢話：爸爸，你唔好做呢啲咁嘅行為啦。做呢啲行為有咩益處呢？而大衛即係幫你嘅，係咁樣。咁嘅話咧，因為呢一番話咧，掃羅就答應啦。好啦，我唔殺佢，叫佢翻嚟啦，仍然係做佢嘅我個護衛長啦，嚇，即係御林軍嘅統領啦，咁樣。咁大衛因為呢一番話咧，掃羅因為呢一番話咧，就勇敢嘅回到掃羅身邊，仍然替呢個主人嚟到去服務。如果你係大衛，你敢唔敢啊？好難啊，走佬啦！你睇大衛真係好有勇氣。嗱，弟兄姊妹，呢度我哋講到話，你要保護別人，因為呢一句話，大衛有勇氣係站立喺掃羅王嘅身邊，繼續服侍掃羅王。哇！我哋睇見大衛非常之忠心。嗱，我哋講到話要保護別人，約拿單做咗呢件事情係替人講好話，替人講好話呢個咁嘅美德喺我哋嘅生命當中，自從人類犯罪之後咧就好難，係咪？人都喜歡挖苦別人，睇別人下井落石，好少話替人去講嘅好話。傳道人都不我例外，我都曾經有啲咁嘅失敗嘅地方，後來真係跪着要求，唔係容易講好話。有一個神嘅僕人抗監督，佢講咗4句話，呢4句話呢，實在幫助我好大，亦都幫助好多弟兄姊妹。呢4句話呢，可以幫助你係講好話，保護別人。呢4句話係咩呢？佢話
人與人之間相處呢，你要揸住呢4個重點。第一個重點係咩啊？欣賞別人嘅長處，包含人家嘅咩啊？短處，紀念人家嘅好處，擔當人家嘅難處，好唔好啊？嗱，我哋一齊讀啊，係嘛？欣賞別人嘅咩啊？長處，包容人家嘅咩啊？短處啊，紀念人家嘅咩啊？好處，擔當人家嘅咩啊？難處。當你重點就喺別人嘅身上好處嘅時候呢，長處嘅時候呢，你就容易係講一啲保護人嘅好話，係咪？如果你成日想到，哎呀佢都唔掂嘅，佢嘅短處就係咁啦嚇，佢又有好多難處喎，點樣做工啊？咁啊你就好難嚟到去替人哋講好話。好緊要啊！弟兄姊妹喺小組裏面，喺同工裏面，好多小組，你哋睇見啲弟兄姊妹去咗呢個小組，初初好開心，後來呢就走咗路。點解？一定呢個小組有人咧講佢嗰個唔好嘅聽嘅話，冇保護佢，冇欣賞佢嘅長處嚇，冇紀念佢嘅好處，咁佢走啦，係嘛？今日何況同工更加難啦！你點解弟兄姊妹，你哋啲同工領導啊，牧師如果喺度都同意我講法，點解呢個人咧成日同你同工同得好好，突然間走咗佬，又唔同你出聲啊？一定係你同佢嘅關係係出咗問題啊！你冇保護佢，你冇肯定佢，所以呢，佢遇到難處就走佬啦，好似大衛咁樣，人之常情嘅。喺我同工嘅當中啊，過去牧養教會啊，我都遇到啲咁嘅事。我講話我哋初初開荒教會真係好艱難。2個傳道人，一個係我啱啱畢業，傳道人畢業按立做牧師冇幾耐，哇要開荒唔容易嘅。Rick Warren 牧師話：如果一個開荒嘅牧師啊，500個人先揾到一個，我唔係嗰個。OK， 咁樣。另外我哋呢個教會都係半開荒，班老人家成立嘅團契，冇幾耐你哋自生自滅啦啊！即係咁嘅意思，俾咗筆錢，即係好艱難。咁咧，我另外一個同工咧真係唔錯，幾好。我同佢啱啱相反，我話身體好軟弱嘅，啊真係又要食得好，住得好。又要買兒好，又要買兒輝草，即係好難嘅。我呢啲傳道人，我呢個同工咧，佢真係可以講話咧 hardware engineer， 又做講台，又做奉獻箱，又裝修，樣樣都掂嘅。佢係長老，我係主任牧師，佢年紀比我大，我年紀比佢輕，但係我領導佢，我係搞 software， 即係講教會嘅。點樣 program 異象推動啊？佢係實際 follow 我嘅 direction。咁我哋2個人咧喺教會上班嘅時候咧，佢咧真係駐堂牧師啊，可以講話。雖然我係做牧師，佢係駐堂長老，佢帶埋啲便當嚟到食嘅，唔翻屋企嘅。有陣時晚餐都喺屋企食。哇！一日12個鐘頭喺教會，我咧就準時上班，準時落班。結果咧教會有個肢體咧睇唔過眼啦，咁就對呢個長老講：喂，哇！你應該係你咁勁㗎，咁努力㗎，牧師去咗邊度啊？嚇！咁成日唔見佢嘅，牧師係咪去 play golf？ 係咪打高爾夫球啊？如果你係呢個長老，你點樣嚟到去回應啊？哇！呢個長老真係保護我。佢話：你唔知牧師做咩嘢啊？我做嘅嘢同佢唔同㗎。我係用手做，佢係用腦做。用腦做咧，要成日要清閒，去行下街，去行下公園，散下步，去思想祈禱，先諗到計仔出嚟㗎嘛。你話呢句話好唔好啊？
好唔好啊？哇，好結啦！咁如果唔係話，佢成日播放呢啲咁嘅謠言啦，我仲有份喺教會做主任牧師嘅，實死火啦，自己都唔好意思嘅，係咪啊？明唔明啊？真係唔容易，呢個真係感謝主啊！咁樣所以呢，我一直做到真係功成身退，得到好大嘅榮耀，都係上帝俾我嘅。而且我喺呢個叫做即係歡送會嘅時候呢，佢上台仲講嗰句話，我真係好激動。佢話我好榮幸能夠起嚟牧師，能夠同佢同工咁樣。弟兄姊妹，所以呢個保護別人呢，對一個同工，對一個團契呢，係非常之緊要。你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啊！佢講咗一句話，佢就翻嚟做嘢。你講一句話唔得當嘅咧，就散檔，即係咁嘅意思嚇。嗱，呢個咧第二點保護別人嚇，最後一點咧係非常之緊要啊！我哋一齊讀嚟。約拿單對大衛說：你心裏所求的，我必為你成就。我父親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訴你，使你平平安安嘅走。願耶和華重重嘅降罰以我，耶和華與你同在，如同從前與我父親一樣。你要照耶和華的慈愛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時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後，耶和華從地上剪除你嘅仇敵嘅時候，你也不可向我家絕了恩惠。於是約拿單與大衛家結盟，說：願耶和華藉大衛所仇敵討追背債。OK， 第三點，我必為你成就。約拿單成全大衛嘅願望，唔單止成全佢逃走成功，更加成全佢將來做皇帝。哇！呢個成全係非常之偉大嘅。弟兄姊妹，喺聖經裏面亦都教導話，我哋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當然啦，係對嗰啲做領導嘅、做牧師嘅、做傳福音嘅、做教師嘅，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直等到基督喺你嘅身上嚟到成就一切佢所要做嘅。點解要成全啊？因為我哋每個人嘅生命，神俾我哋每個人嘅恩賜唔同，我哋都要嚟到去盡量發揮，淋漓自盡，為教會所使用。呢個叫做成全。教會裏面如果除咗有牧者之外成全你哋，弟兄姊妹要成全你哋，咁呢個教會呢，佢恩賜嘅發揮呢就淋漓自盡。呢個分享係用分享嚟到成全。分享嘅意思啊，你俾機會弟兄姊妹，佢明明係有領詩嘅恩賜，你要俾個機會佢領詩。佢有分享嘅恩賜，你俾機會佢嚟到去分享。帶查經 whatever 詩寫各方面要成全佢，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呢個係好緊要嘅。咁唔單止咧，我哋分享俾別人嘅時候咧，自己亦都得着益處。我哋睇見巴拿巴成全大衛，佢嘅後代亞非波設終身喺王嘅面前，大衛王面前食飯，佢所有嘅財產，掃羅王所有嘅財產，大衛王都歸俾佢。所以咧，我哋睇見咧，分享俾別人係對我哋有益處嘅。耶穌講話，嗰啲窮人你要分享俾佢哋。你話窮人分享俾佢哋，佢哋冇回報喎，唔學得好似朋友，我請佢食餐飯，佢一定回請嘅。耶穌話到復活嘅時候，你一定係得着嚟到去回報，係咁緊要。唔單止咁樣，一個分享嘅生命咧，佢就係好似
加利利海咁樣，係活嘅，有魚嘅。我哋睇見約旦河流到加利利湖，加利利湖咧又流出去，流到死海，死海咧有入冇出。呢個代表乜嘢呢？一個分享嘅生命呢，佢生命係活躍嘅。我哋中國人都了解啦，助人為快樂之本。如果你唔快樂呢，你一定有個問題，可能呢就唔分享。我曾經有個咁嘅經驗有時候我點解我生命點解咁停滯呢？我發覺我冇分享咩呢？我冇向人傳福音。結果我一向人傳福音，哇！我心裏面充滿喜樂，就經歷咗聖經所講報福音傳喜信嘅人，佢腳中何等嘅佳美。呢個本身嘅人都已經有咁嘅經歷，係咪？嗱，我哋而家諗下一個最緊要嘅問題：約拿單點解可以肯給別人？點解替人說好話？點解仲要成全人做皇帝？佢嘅秘訣係乜嘢？我問下你哋，佢嘅秘訣係咩啊？嗱，呢個係最緊要嘅，係我喺開頭講嘅。嗱，我哋一齊讀，睇下讀唔讀出呢個秘訣。撒母耳記上20章第13節，嚟一齊。我父親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訴你，使你平平安安嘅走，願耶和華重重嘅降罰與我，願耶和華與你同在，如同從前與我父親同在一樣。你要照耶和華的慈愛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時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後耶和華從地上剪除你仇敵的時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絕了恩惠。於是約拿單與大衛結盟，說：願耶和華藉大衛仇敵追討背約的罪。好，我問下你哋，咩原因？考下你哋嘅釋經學。咩原因啊？咩原因啊？我點名㗎啦喂，好嘢！你不愧係牧師嘅幫手，你將來要做牧師啊！耶和華呢個係 key word， 因為喺呢四節聖經裏面，耶和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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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邊個講㗎？約拿單講㗎。喺佢心中咧，耶和華係佔據咗佢心中嘅首位。明明呢個係最緊要，因為你讀聖經，我嘅答案好清楚，係咪？同唔同意啊？有冇人反對嘅？舉手。係神，佢受神嘅影響太大啦。OK， 所以呢，其實呢，當大衛殺死呢個歌利亞嘅時候呢，佢翻到班師回朝嘅時候，啲婦人點講呢？婦女擊鼓跳舞。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呢句話，掃羅就開始窒到大衛。但係如果你係約拿單，我覺得約拿單好有理由比佢爸爸更加嘅有機會窒到大衛，係咪？因為佢將來做王子噶嘛，係咪？而家可能唔做得皇帝啫，老豆死咗，加下佢登基㗎，係咪？但係竟然約拿單佢咁嘅胸襟，將呢個皇位俾個大衛。點解咧？你一開始嚟到見到大衛嘅時候，佢就有咁嘅舉動，將所有嘅尊榮、佢嘅袍子、佢弓同埋佢箭都俾咗大衛。呢個王子嘅尊名，意思話我王子都唔做，俾埋你，犀利吧？除非佢點解有咁嘅睇見呢？大衛唔一定有領導能力，領導呢個整個做皇帝㗎。佢係一個大能嘅勇士，係咪？但係約拿單竟然呢個人呢，神將來呢要佢做皇帝。
佢從神嘅角度睇大衛，大衛係個人才，大衛要領導整個國家民族朝向神，帶嚟復興。約拿單亦都從神嘅角度你去睇佢爸爸，佢爸爸以前俾神嚟到去高立，係一個好尊貴嘅地位，但係佢而家犯罪，窒到大衛，所以上帝將佢擺埋一邊。但約拿單亦都從神嘅角度，我嘅地位點樣？我嘅地位永遠係次之，將來大衛做皇帝，我一定做丞相。所以係神喺佢心中整個嘅生命佔據咗佢全部。神諗咩佢做咩，佢完全用神嘅角度嚟到睇呢件事情，所以佢有咁嘅分享。弟兄姊妹真係唔容易，我話你聽，約拿單嘅分享差唔多做到大義滅親嘅地步。點解？佢話佢講過一句話，佢話耶和華從地上剪除你仇敵嘅時候，你也不可向我加絕了恩惠。咩意思？咩意思啊？約拿單可能預測到將來大衛，因為神膏立佢大衛嘅時候，佢父家反抗，會將佢父家全部消滅，佢先能夠穩固佢嘅皇位，係咪？呢個好平常㗎。佢預感有啲咁嘅事情發生，當然冇有。後來掃羅成家係俾非利士人殺死。但係約拿單有呢個隱憂，你有呢個隱憂，知道大衛將來將你全家嚟到剷除，佢先又能夠登基，你仲讓個皇帝俾佢？所以我講到話係咪大義滅親啊？係咪啊？點解約拿單要做到呢個地步？有咩憑據啊？聖經我就想起節聖經，耶穌講話。若有人跟從我，若有人愛我，不勝過愛自己嘅父母、兄弟姊妹、自己嘅性命，就不配作我嘅門徒。仍然係呢句話，耶和華上帝嘅主權喺佢心中係永遠居首位。所以因為呢個咁嘅原因，佢就成全大衛。而因為成全嘅大衛，佢萬估唔到，大衛竟然不但成為以色列嘅皇帝，係成為以色列最偉大嘅皇帝。而大衛呢，而呢個約拿單亦都諗唔到佢嘅名呢係傳流千古。今日好多人叫約拿單，我仔都叫約拿單，因為呢個人太偉大。好啦，最後一個應用嘅問題，你話喂，約拿單夠晒勁喎，你做唔做到啊？啊，我做唔做到啊？啊，做到啊！嗱，呢個就係福音，弟兄姊妹。我可以講話我做唔到，even我係牧師。但係我講呢篇道咩意思？呢篇道嘅意思就係話你可以做到。點解呢？我講個見證俾你聽嚇。因為見證聽，大家知道2020年係 COVID-19 嘅高潮，嗰陣時疫苗都未出嚟㗎，真係美國死咗成50萬人啦啊！大家 frozen 唔能夠喐，有啲人親戚喺台灣，你都冇得喐㗎呢啲嘢。到2021年呢，嗰陣時有疫苗產生啦。但係個疫苗產生之後，並唔表示唔安全，表示完全安全都好艱難。嗰陣時發生一件事，我有個姨媽喺香港，佢孤立無援啊！佢個仔喺澳洲，佢又好錫我啊！我又好紀念佢嘅恩典。咁點呢？佢90歲啦
佢喺屋企。我話：哇！喺 COVID-19 個老人家呢個時候好容易死喎，係事實。我點樣辦呢？我就諗住，我好希望佢死之前呢去探下佢，唔好等到佢死之後呢，我去做追思禮拜。因為姨媽呢係我帶佢信耶穌，我又親手為佢嚟到去施洗嘅。佢得個仔喺澳洲又經時都唔係話時時翻去嘅。咁我諗呢，我應唔應該翻去呢？因為呢，我諗住我翻去有咩用呢？因為我諗住好多老人家，我做牧師啊，嗰老人家離開呢個世界之前，最緊要一件事情呢，要堅固佢信心，佢就能夠坦然嘅見主。呢個係我哋做牧者最關心嘅事。咁喺呢個情況，我點樣做呢？但係你雖然有疫苗喎，但係嗰陣時你翻香港呢，要3個禮拜 COVID-19，即係咁，即係嚟到叫咩啊？嚇？OK， 要住喺酒店 ，right？ 咁樣呢就點搞呢？嚇！咁如果我去嘅話呢，得咗 COVID-19， 邊個照顧我呢？好多麻煩嘅意思係嘛？我有咁嘅必要咩？有好多時候有啲親人媽媽病得咗病啊，都冇得去睇嘅，因為好危險嘅情況。所以我根本就呢條數唔使打。但係呢，弟兄姊妹，有日我就讀聖經，讀到呢節聖經嚇親你係嘛？對唔住。呢個係我嘅毛病，因為我好興奮。腓立比書第2章，我讀到話：我以你們的信心為貢獻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其上，也是喜樂，並且以你們眾人喜樂。哇！呢節聖經呢，跳咗我心房，我震動。點解震動呢？保羅對呢個腓立比教會弟兄姊妹話：佢話我為咗你嘅信心，好似祭物呢奉獻喺面前。如果人哋鋪啲酒喺上面咧燒，即係已經燒死，為目的為咗你嘅信心，我都好喜樂。即係為咗佢哋嘅信心，能夠犧牲自己性命。呢次聖經真係打入我個心，我知道神對我講話。我話太太，師母你同唔同意我翻去？師母真係好，無論你做咩，同意你翻去啦。我就係咁樣。嚟到翻去香港，翻到香港嘅時候，3個禮拜之後出嚟之嗰日呢，聽講話佢入咗醫院，而且醫生話非常危險啦。咁啊，可能過唔到今晚。我嗰陣時流眼淚，我話神啊，你叫我翻嚟做咩？我做唔到咩嘢啊？除非你顯神蹟，叫佢呢唔好即係好似頂得住我嚟見佢死，即係唔好死字 ，OK 咁樣講。神真係聽禱告喎！我將呢個消息翻去教會，咁啊奇蹟嗰一晚冇事，咁我就去廣華醫院。我話俾廣華醫院啲護士姐，我從美國翻嚟嘅牧師啊，牧師又好有權力㗎，唔使驚病㗎，你要俾我直頭又見我個姨媽，我就見佢，哇！見到佢又好開心。談咗2個鐘頭，我就話俾佢聽：如果上帝接你翻屋企，天父，你願唔願意？佢話我願意。你有冇信心？有信心。我就好感人。我話呢2個鐘頭嘅探訪 ，my job is done。之後幾日，佢個仔亦都從澳洲翻嚟。後來咧就又嚟一個波浪話 COVID-19 更加嚴重啊！你快啲走路啦！我就走翻嚟。我就講呢句話對，分享生命，好似約拿單咁啊，真係好難。但係呢，如果神感動你，神話俾你聽，你要走呢條路，佢一定俾你力量。係咪？我哋所信嘅福音，福音唔係靠着自己嘅努力，福音係依靠神嘅大能大力。聖靈降臨喺佢身上，我哋有智慧有能力去做出
嚟到去分享生命嘅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好中意去做祈禱嘅工作，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唔掂。祈禱神啊，你覺得掂啊？你話掂就掂噶啦，我就一定唔掂噶啦。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停留喺就我唔掂，我就唔去祈禱。你唔祈禱啦，一直就唔掂啦。如果你祈禱，上帝話指你去做，哇！佢一定俾力量你。我仍然活到今日，係咪？感謝主，祈禱。我哋祈禱。主啊，多謝你，我哋所信嘅福音，按照我哋嘅本相，我哋冇辦法行出你嘅見證。靠著你嘅大能大力，你已經拯救我哋，你已經俾恩典我哋。今日你嘅聖靈與我哋同在，你要我哋時時嘅依靠你，叫我哋真係靠著你行出你嘅好行為，叫人將榮耀歸俾你。你話我哋係葡萄樹，你係葡萄樹，我哋係枝子，常在你裏面嘅，你也必常在我哋裏面。這人常在你裏面嘅話，你嘅話就常在佢裏面。我哋祈禱，神就為我哋成就，結出果子，使榮耀歸俾神。多謝你，祝福弟兄姊妹，祈禱交託奉靠耶穌基督名求，阿門。好，我哋好多謝黎牧師嘅提醒同鼓勵。正如就係耶穌一樣，佢嚟嘅係一粒麥子，我哋要犧牲，我哋要去願意去被神去使用。好啦，咁我哋謹代表CIBC 啦，歡迎你今日你哋在座嘅咁多位同我哋一齊去敬拜上帝。如果你哋係第一次嚟嘅，我哋好歡迎你；如果你係好耐之前都嚟過，我哋都更加歡迎你。咁我哋希望你哋可以繼續嚟到我哋當中去參加敬拜神嘅時候。好，我哋而家有少少嘅宣佈，唔該。好，話見到紅色同見到白色嘛，分到顏色。紅色係乜嘢咧？紅色咧係代表耶穌基督做過啲咩啊？寶血。咦？睇唔到添，紅色嚟㗎。紅色，對唔住，呢段係白色。OK， 咁咧嚟緊咧4月3號，即係今個星期五嚟緊嘅今個星期五咧，我哋就會喺 Casual Valley 嘅爭啲想講華人添，呢個Casual Valley 嘅第一浸信會嘅教會裏邊咧，去舉行一個受難節嘅聯合敬拜。咁我哋粵語堂同英文堂咧就會有一個嘅我主的受難嘅受難節崇拜啦。咁我哋希望咧弟兄姊妹咧一齊可以去到Casual Valley 嘅第一浸信會裏邊咧，去一齊去我哋去紀念耶穌為我哋去受難。好，咁第二樣嘢咧。都係關於復活節嘅噃，咁嚟緊咧下個星期日咧就係復活節啦。唔好食復活蛋 ，OK？ 咁咧復活節咧，我哋咧喺主日嘅崇拜裏邊咧，我哋亦都會我唔記得咗之前我哋有冇試過 combine， 但係咧Ellen 話冇啊，我哋冇 combine 過，即係冇聯合過。聯合咩咧？即係意思就係我哋英文堂同埋中文堂、粵語堂咧嘅弟兄姊妹咧，我哋一齊去敬拜神，去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哋去受死復活啦。咁咧個時間咧，大家記準啲啦，係咪10點半翻嚟啊？我哋要9點半就翻到嚟啦。咁9點半，哇！咁崇拜咪好長，去到11點嘅12點？唔係。咁我哋咧崇拜完咗之後咧，一齊咧讓到弟兄姊妹有聯誼嘅時間，可以咧去到11點完咗崇拜嘅時候咧，就會喺後邊嘅副堂咧一齊有聯誼啊、茶點嘅時候。咁歡迎咧你哋一齊留步，一齊去傾下偈啊，認識下咁樣嘅。咁最緊要有小朋友嘅爸爸媽媽。記住啦嚇，11點咧就上到3樓咧去接翻你啲小朋友先。咁嗰啲主日學嘅老師咧都可以一齊落嚟同你哋一齊有聯誼嘅時間嘅。咁下個星期日，咁記住啦，係9點半。好，跟住咧就係夏令充實營，其實唔使多講啦。報咗名嗰啲要報名，未報名嗰啲快啲報名，即係叫啲小朋友。OK， 咁跟住之後最後一個報告咧就係。報咗稅未？報稅，因為2025年嘅奉獻收據咧，以我所知應該今個星期係最後一次嘅
去提醒你哋啦。你哋未攞收據嘅時候咧，就可以同 Jenny Bang 姊妹咧用個電郵去同佢哋去聯絡，又或者去喺教會個壁報板上邊咧去登記註明你需要呢一個2025嘅奉獻收據。好，咁我哋請會眾一同站立。我哋請牧師為我哋祝福。我哋一齊領受神嘅祝福，但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神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同埋交通，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見我哋榮耀嘅主耶穌基督嗰日。阿門。好，弟兄姊妹可以同教委咧隔離嗰個幫佢校翻響機啊！如果你幫佢校一陣機，記住幫佢校翻響機啊！唔係佢全日點解電話唔響嘅咁樣。好，多謝。